谢春佩来关心南投的消息。伫印度举办的世界选美比赛，出身南投玻璃高万勇，唔但去摕到这个风袖，佫伫在个小姐项目摕到第1名。转来到故乡了后，南投县政府特别为伊举办一场见面会，邀请伊做终身的南投县亲善大使。高万勇嘛感谢家乡父母的支持甲鼓励，愿意继续协助南投县培育优秀人才，甲行销地方的观光产业。 伫故乡父老的面头前，高万勇甲选美比赛中的舞蹈表演，搁再呈现，摕到国际冠军。伊上感谢的是长期以来地方的支持甲鼓励。这个人气投票必须感谢所有南投埔里的乡亲，你们这么支持我。南投埔里出一个国际选美风袖，南投县府嘛特别办高万勇的见面会，同时县长嘛邀请伊来担任终身南投县的亲善大使。他的这个才艺啊，还有包括呢，能够把南投呢再次的往这个国际上提高更多的一个。 能见度。高万勇出身玻璃，11年前开始伊的选美之路，今年是头一届摕到冠军，同时嘛是在个奖的头名。非常的这个谦虚吼，玻璃公司真济，咱的这个观光产业代言，伊拢义不容辞，甲咱倒下手吼。最近几年，高万勇接受邀请，替南投县的观光产业代言。未来除了继续配合南投县的行销推广以外，更加愿意协助地方，培养甲伊同款加上世界舞台的人才。 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